房屋税新制度伫去年7月1号实施，今年5月首次来开征。除了全国住大3户以内税率无变，其他非住大依照户数采累进的税率，甲着住大的税率相差3-4倍以上。加上全国几户自用主体一定要设立户籍，因为第一档真侪民众无了解，袂赴来设籍。造成今年房屋税扣掉自然成长的加了6亿外。这房屋税这复杂，无几个知，到尾尾啊，佮延期了，足侪人会当适应这税率。阮今仔日讲的从经济无好，市内当然新厝嘛，永康啦，台南关署的台南市安南这新所在，伊厝新起要租，较好租。啊，有的继承人，有的几十档来继承的，几十档的厝，我咧缴房屋税，可是你要改去租，要做啥？咱这立法无法度考虑到整体的面向。对此，市府财政税务局表示，影响的部分大约有52000户，因为自用主体无设籍，包括因为工作、就业或者是福利政策等，目前还阁甲财政部伫争取当中。那是不是用认定的方式来给予一些宽松的一些税率？那这个我们会持续来跟财政部争取。会中议会最后嘛做出几点的决议，包括建议检讨其他非住大的房屋税率，对着非住员无法度设户籍者，是毋是会用以实际证明采用自用主体税率？至于税率的调整部分，目前议会嘛已经提案送法规委员会来审议，等待审议的结果才过来做决定。台南新闻林英根、杨顺怀采访报道。